你的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你参考。讲到抗世歌，讲到四句言，解文说理，各种今日招你来听一下。民间流传上解旷快，如流星人生劝化。见面头一拍，伊就讲这款的歌真稀罕，专讲劝人在世间。人有真牛真含慢，俗语所讲为人难。后壁一拍一拍安尼接落去唱，伊又阁表示讲，咱要来出世无半项，转去双手又空空。人大世间哪迷茫，死了江山换别人。是啦，如流星的人生劝化，讲起来，你若有咧听曲盘，听到毋大，听到伊用乐琴一拍一拍一直念，流传到即当阵，会用讲是全台湾上介侪人捌听过的劝世歌四句联，是讲无论是念歌的如流星，还是编歌的陈清波先生，咱对因的了解相当的有限，各种所在。淡仔讲出来，甲你探讨。如流星先生，伊虽然是目暗的人，毋过若四句联经过伊的耳孔听过，重新搁再改编，拢会编甲真热烈、真精彩。无论讲大讲弦，还是乐琴，伊咧奏嘛拢奏起真好。尤其是即曲《人生劝化》，还佫有另外一曲，就是本境成王甲土地，最好最歹成在机。土地若知要交子，敢不交互善恶师？有人做恶讲做善，首先福着现，血无相扯寒铁链，特要掠来地狱受可怜。是啦，如流星搁一条名曲叫做《十殿阎君》，即马电脑网络嘛有得听呢。啊，国政啊，今日就我的研究讲出来，甲你互相探讨，就是要来探讨讲，原来即曲《人生劝化》伊的来源，伊歌谣的源头对倒来，就是对日本时代来。1934年，有一本真出名的歌册。叫做《新编人心不足歌》，内底歌册四句联讲，编歌是我陈清波。国政头拄仔所讲的，即款的歌真稀罕，专讲劝人在世间。一拍一拍的歌句，原来就是叫做陈清波的人所编的。毋过陈清波是啥人？倒位的人士？到底什么款的身世？有当着咱的资料，到目前还是研究了真有限。敢若知影讲，迄个细细本仔的歌谱。一拍7、2、4句，一页一页一直念过。这条新编人心不足歌，上界起初就是1934年印出来。啊，这拍歌，这部新编人心不足歌，去互如流星改编过，变作人生劝化了后，内底歌句偌好，你敢知？国政啊，搁讲2拍，甲你来互相研究。内底歌句讲：自生娘娘自好好，牙刀先下都袂无，未情自者生自傲，犹在天地去烦恼。过来一拍讲，有诶一生真中义，夫利无怨，贫无欺，甘愿度苦过日子，艰苦永有出头时。是啦，这台湾话咧描写，你甲看偌活泼就好。自生娘娘，注定讲你人生一路要行到倒位去，就亲像咱社会上诶出名人咧讲诶，讲人生诶剧本都写好势啊，毋过无才调互你偷看。啊，自生娘娘做好好，牙刀先下都袂无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咱着爱做好，毋通做歹。亲像卖鸡糕的王先生咧劝人共款，有诶一生真良义，夫利无怨，贫无欺，艰苦啊，总是有一天有出头时。啊，讲到劝世歌，讲到即个古早味的歌谣，咱来看南投德